Hello，大家好，我係 MG Ryan，今日要同大家講下士氣章。通常士氣章上面咧就會有一啲軍事圖案啦、logo 啦、字母啦，或者引用嘅一啲文字，咁就可以俾士兵咧縫喺或者黐喺佢哋嘅衫同埋裝備上面嘅。咁佢哋嘅用途咧就係可以俾士兵咧識別翻佢哋所屬嘅部隊啦或者單位，同埋咧可以俾佢哋培養翻對部隊嘅歸屬感。咁第一個士氣章嘅出現咧就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嘅。我哋打機嘅時候咧都好驚俾主隊有 team kill 啦。所以當時嘅英國軍隊咧就透過佩戴呢個士氣章咧嚟做敵我識別嘅。而美軍第一個正式嘅士氣章咧就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明 Wildcat 嘅第81步兵師嘅。佢哋咧就希望可以透過一個容易識別嘅標誌咧嚟提升部隊嘅士氣。冇幾耐之後咧 ，John Joseph Pershing 咧就建議咧每一個部隊咧都製作同埋佩戴屬於自己部隊特色嘅臂章。喺一戰、二戰之後，部隊章已經唔再係簡單嘅部隊識別標誌啦，而係代表緊唔同兵種嘅特質嘅。例如陸軍航空隊嘅徽章上面咧就會有行嘅猛獸啦，而海軍就會有一對翼。士氣章唔單止代表歸屬感啦，同時亦都係部隊特質嘅有力象徵。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士氣章嘅種類亦都越嚟越多，而大家亦都會開始交易啦同埋收藏。越戰之後，士氣章嘅設計開始充滿住玩味啦同埋帶諷刺性嘅幽默元素，歡樂嘅氣氛咧令戰爭中嘅士兵咧情誼咧就更加深厚。咁究竟點解士氣章咧會喺民間開始流行呢？士氣章啱啱推出咗冇耐，士兵咧就開始客製化士氣章咧去表現自己嘅個性。而亦都會攞呢啲士氣章去交易嘅，咁呢樣嘢慢慢咧就流傳咗喺民間啦。啱啱都提過啦，喺越戰之後咧，咁士氣章咧就開始充滿住呢個幽默啦同埋諷刺嘅元素。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士氣章咧變成流行文化啦，甚至係潮流單品嘅一個好大原因。充滿藝術元素嘅士氣章咧，吸引越嚟越多人將佢變成自己嘅潮流單品。大家會將呢啲章咧黐喺衫啊、袋、背囊等等。係一種生活態度去展現自己個性風格。咁而家就揀咗幾款章啦，同大家介紹翻嘅。咁呢一行呢，就係美軍唔同 branch 嘅 logo 啦。咁呢度呢一行呢，就係美軍同英軍嘅部隊章啦。最後呢一行呢，就有一啲我哋自己做嘅章啦。順帶一提啦，我哋而家仲有免費燙章縫章服務，嚟門市揀好燙章、車章同埋服飾袋，就會有專人幫你整靚㗎啦。除咗啱啱介紹嘅呢啲款式之外咧，我哋門市亦都有好多其他唔同嘅款式嘅，咁快啲得閒就過嚟睇下啦。今日講到呢度先啦，拜拜。仲有，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啦，拜拜。